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第2战，道奇队的球星大谷翔平因为华丽处理倒边的肩胛头脱轮，大家想讲这恐惊一段时间无法度就场比赛咯。想袂到伊敢若休困一天哦，伫第3战就再度先发来讲第1棒。大谷翔平为虾米会当恢复甲遮尔啊紧呢？讲可能甲伊的肩胛真软 Q 有真大关系。各位乡亲，你无看唔到，顶一场比赛伤到肩胛头的道奇球星大谷翔平，敢若休困1天尔，真正搁上场啊！带着一抹微笑哦，大谷踏上了第3站的打击区。哇！世界大赛第2战，这个处理无顺利造成奥塔尼送的倒边肩胛头脱轮，想袂到敢若过1天尔，大谷就袂输是外千人共款恢复了真紧，有网友就传出真侪年前影片，影片中大谷将这个双肩凹进前，展现真好的柔软度，和当时采访记者嘛惊一条，可能是因为柔软度有够，所以讲恢复了真紧。好出来大谷翔平伫第3战虽然讲有顺利上场，但过过程中又调工去保护到伊倒边的肩胛头，莫搁受伤。你看他在跑步的时候啊，当然这不是在比赛进行中，所以他很刻意保护他的肩膀，他的左手能够摆动尽量减少，他就尽量减少。大谷翔平只要会当健康的上场，对付对手真大压力。这群奥塔尼萨绝对是道奇要拼冠军袂当欠的重要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